跟住我哋咧就會去到下邊啦，就係咧轉色啦。因為第4行開始咧，我哋就會去到轉色啦。咁轉色嘅時候咧，我哋又係頭先上一段片啱啱第3行嘅最後嗰針去翻第1針度，係同佢埋翻口嘅。咁我哋平時咧就係用呢條線去駁翻佢噶嘛，但係今次咧我哋就唔係啦，我哋攞條新嘅欄揸實佢之後咧，用毫當佢已經係呢一條欄攞埋一齊。咁你咧就將佢2條欄連住咗之後咧，我哋又係用呢條線去做引撥，將2個拉埋一齊。拉埋一齊之後咧，你可以喺後邊咧將呢條線長嘅呢一條將佢拉緊。另外呢一條咧啱啱新駁嘅欄尾，你都係將佢拉緊。拉緊之後咧，我哋一樣都係要起2個起針。然之後咧，而家係2個 T 1個 TV。即係咧2針咧係唔加針，1針加針，2針唔加針，1針加針，咁樣不斷重複啦。咁所以起咗2個針之後咧，第1針咧我哋咧係唔加針嘅，又去翻第1個鬢邊擺落去，擺咗落去之後，因為你係駁欄，我哋將呢一條欄咧撥上去針上邊，然之後先至拉佢過嚟。咁咧你咁樣織完之後咧，嗰條欄咧就唔需要去收埋佢啊。同埋唔會咁容易甩嘅。咁然之後咧，第2針咧都係唔加針嘅，你亦都係將翻呢條線短呢一條撥上嚟上邊。咁咧呢啲係隱藏咗咧呢條線咧，咁到期時咧你就會咧唔需要咁麻煩咧去收欄啦。好啦，好啦，第3針咧我哋係要加針嘅，咁所以咧第3針咧就要做2次。咁條線咧你一路都係咁樣擺喺度，將2條線咧疊喺呢支針線嘅上，呢支針嘅上邊一樣。第3針我哋要加針嘅，所以咧喺同一個針位咧，我哋又要織2次，去翻呢一度織第2次。好啦，跟住咧而家織咗一個咧就係起針啦，2針唔加針啦，1針加針啦。咁而家又係2個唔加針，所以就下2針咧我哋都唔加針嘅。每一個鬢邊度咧只係織1次啫。咁咧我哋頭先咧就已經係織咗，而家第2次啦。咁即係而家啲針咧就係要加針啦。咁你一路織咧就將呢條線咧一路揸住，呢一針咧係加針嘅，然之後2針咧就唔加針嘅。咁咧如果你會發覺太快咧，你可以自己咧就校翻速度去睇啦。咁你或者咧我一陣間咧就會拍一段咧，淨係咧校針法嘅咧，就俾大家睇翻嘅。咁所以咧，你哋都可以留翻睇翻，睇到嘅。你見唔見到？即係咧，我嗰日都有講嘅，逢親係 T 咧，因為而家唔同咗色，你會睇到噶啦。T 咧就係得每一個咧都係得1條直線嘅啫。V 嗰一針加針咧，就喺同一個位度咧就有2針出現，呢度係1針，呢度係1針。咁所以就係2個 T 1個 TV， 再2個 T 就1個 TV。咁咧，你而家開始咧，你就會見到咧，就會好清晰咧，就會見到咧加針同唔加針。咁當你咧收到後邊嘅時候，發覺咦頭先嗰條短嘅已經收晒嘅話咧，我哋呢條線咧就可以唔理佢噶啦。你可以將佢剪咗佢啦，或者收埋佢啦。咁我哋而家咧就繼續織落去就得噶啦。後邊呢條咧唔需要再搭喺支針上邊噶啦，因為你已經咧將佢收埋咗好長嘅距離咧，基本上咧你唔會特別去搞佢咧，佢都唔會再甩出嚟噶啦。咁繼續啦，2個 T， 1個 TV， 咁啊再嚟2個 T， 1個 TV 啦。咁啊每一個咧都係咁樣重複咁樣做到尾。咁咧就係我哋第4行嘅針法啦。咁咧你開頭咧你哋織嗰個咧係白色嘅，咁所以咧就會難睇啲啦。咁我今次咧就用咗咧粉紅色喺中間啦，咁咧就可以等你哋睇到咧，見到咧針咧係有 T 同埋咧 V 咧係有分別嘅。對唔住啦，我織多咗一針喺呢度啊，咁我哋拆翻佢先啊。好，再繼續織落去。
頭先咧，我睇到自己織錯咧，就係我所講嘅咧。你見到一針一針兩針喺同一個位度有兩針噶嘛？咁跟住又會係單嘅、雙嘅，咁變咗咧。而家咧，如果你哋識睇嘅時候咧，你係會睇得到咧自己有冇織錯㗎啦。啊，咁一樣啦。去到最後咧，我哋都係雙嘅，因為係要加針嘅。好啦，加咗針之後咧，頭先咧，因為我冇用到記憶扣啦，咁但係咧，我就知道呢一個係我嘅第一針啦。咁你哋記得咧要擺翻記憶扣喺度啦。如果唔係咧，你揾唔到第一針咧，咁你織漏咗一針咧，就成個咧就會嘥心機啦，係咪？好啦，咁我嚟到第五行咧 F 啦。F 咧，如果你識織嘅咧，你可以跟 F。如果你話啊，我唔喎，我都係繼續織 T 嘅咧，係可以嘅，絕對可以嘅，因為我都講咗 F 咧就會再有唔同咗嘅。咁我哋第六行咧就係4個 F 2個 FV。咁 F 嘅話咧，我哋起針咧就要起3個嘅。頭先咧 T 咧就係起2次嘅啫，但係 F 因為叫長針，就比中長針咧要長嘅，所以我哋起針咧就係起1個、2個、3個，就要起3個鬢邊喺度。然之後喺第一針度咧，我哋就叫織 F。F 咧就同頭先一樣，都係要先繞過支針，擺翻落去第一針之後咧。頭先咧 T 咧，我哋一次過咧就穿過晒3個圈噶嘛，但 F 咧我哋先係穿過2個，再穿2個。好啦，咁今次咧我又記得要擺翻個記憶扣喺度啦。咁然之後我哋織4個 F， 咁即係話每一個針口咧我哋就要變 F， 就唔係 T 啦。咁如果你話啊，我真係唔係好想唔織到喎，咁唔緊要嘅，你可以織翻 T 嘅。如果你話我可以織到 F 嘅話咧，咁我哋就織 F 啦。咁就係先捐個2個。再捐個2個，呢個就叫做 F。咁樣即第2次、第3次、第4次。好啦，跟住就叫2個 FV， 即係有2針咧，我哋都係要加針嘅。咁所以我哋先係第一個加針 FV， 逢親 V 咧嗰一個針位咧都有2針噶嘛。咁所以咧我哋就係一個第一次加針喺翻同一個位。加針，好，第2次加針，好啦，跟住我哋再嚟又係4個 F 啦，即係又係每一個針每一個鬢邊位咧就係織一次嘅啫。咁啊，第一次、第2次、第3次、第4次。好啦，4次之後咧，我哋就要加針啦。咁所以記得啦，同一個位咧就要織2個 F 啦。第一次呢個加針啦。好啦，呢個鬢邊位啦，嗱，呢個就係我所講嘅鬢邊。其實咧，紮邊咧，女孩子嗰啲鬢邊咧，你見到咧係要記得係穿過晒2條線嘅，先係為之一個鬢邊，就唔好挑一條啊！挑一條嘅話咧，呢個杯墊咧就會有窿噶啦。咁咧，而家加咗2個 F 啦，我哋咧又係去到4個單嘅，就唔加針嘅，1、2、3、4，啊，又輪到2個加針嘅，1加針，第2個加針，好啦，一路咁樣織到尾啦。咁咧我又會織快啲，咁就可以快啲去到尾啦嚇。2、3、4，咁你自己一路心入邊數住啦，咁啊就會容易啲去即係唔好計錯數啦。如果唔係咧，你就會發覺，咦，點解我加下咧又唔夠針數加咧？咁一樣啦，同頭先一樣，你都可以去睇到嘅。咁一樣，如果你話我真係唔識睇嘅，咁你就只可以去數鬢邊啦。咁你識睇嘅嗱，而家呢個係加針，呢個係加針，因為你見到個 V 嘅，所以佢個針法叫做 V，就係因為佢度有2個針，好似一個 V 字啦。咁就係1、2、3、4，我呢個加咗1次啦，咁而家就加第2次啦。好啦，再嚟都係4個 F， 1、2、
針啦，又1加針，第2個加針，好，又到4個唔加針啦，1、2、3、4，好啦，咁就會啱啱好咧，剩翻2個鬢邊咧，就係攞嚟咧加針嗰2針啦。咁所以就係加針，第2個加針。好啦，第2個加針咗之後咧，又係去將佢咧同第1圈咧就擺埋一齊啦。咁因為你會記憶扣啦，你又會數住針啦，咁你咧就會發覺，咦呢一針係咪？呢一針唔係嚟嘅，呢一針就係我哋喺呢度拉過去縫埋一齊嗰一針嚟嘅。所以你千祈唔好每一針喺度多織一個，因為呢一個咧其實就係等於呢一針我哋嘅起針嚟㗎。咁如果你每一次咧都要計清楚，如果唔係咧就會越織咧就會發覺，咦點解唔同晒針法咧咁樣啦。我哋而家咧就將佢咧又係引過嚟，咁咧就將佢埋咗啦。咁點樣數圈咧？你話啊，點解我織下我唔知自己第幾圈喎？咁你其實可以睇到嘅。咁咧喺呢度咧你就會見到啦。我哋呢個咧就係第1圈、第2圈、第3圈，然之後咧就係第4、第5。咁而家我哋去到第6啦。第6咧我哋一樣都係起針啦，起咧就係4個 T，4個 T， 咁所以 T 咧我哋今次咧又係要用2個起2個鬢邊，鬢邊之後咧我哋就織4個 T， 咁所以咧就係 T 咧即係記得啦，一次過咧就係捲晒3個針就為之一個 T， 咁我哋就用記憶扣扣住佢啦，咁然之後咧第2個 T。第3個 T， 第4個 T， 咁跟住咧就輪到一個 F 啦，咁所以咧就係會變咗係一個長針，跟住就到2個 FV， 即係嚟緊要2針咧係要加針嘅，咁所以第1個加針同一個位即第2次，好，第2個加針，記住呢個係 F 嚟。F 咧就係先捐過去咗之後咧，我哋係要2個圈，再2個圈，好啦，再嚟咧就係一個 F， 咁我哋又去翻一個 F 啦。咁咧我哋有好多記憶扣俾大家噶嘛。如果你話啊，我織完去到呢度喎，已經織咗4個 T， 一個 F， 2個 FV， 一個 F， 咁咪即係4針啦、5啦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即係為之10針咧就係一個循環嘅。咁你可以數到嘅，我哋有第1個咧起針唔計。咁所以呢個就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咁咧都可以喺呢度咧就加個記憶扣咧，你就會知道咧呢一個咧就係你第1個循環啦。咁跟住咧我哋繼續去翻4個 T， 即係不停咁重複，不停咁重複呢10針啦。咁所以我哋而家咧又去到4個 T 啦。1、2、3、4，咁咧就輪到一個 F 啦 ，F 到加針嘅 F， 1個加針，2個加針，跟住又輪到一個 F。好，然之後我哋又去翻4個 T 啦，一個 T， 2個 T， 3個 T， 4個 T， 再一個 F， 再2個加針嘅 F。咁咧我啱啱咧就做得快咗嘅，咁咧我一陣間後邊嗰一個重複咧，我就會做翻慢啲，咁等大家咧可以睇得清楚啲啦。再嚟咧又係一個 F， 好啦，咁而家咧又係10針嘅。咁點解會有 F 有 T 咧？就係你而家其實你已經睇到咧，其實佢有高同埋低。T 咧就因為短啲，叫中長針，所以佢嘅長度咧係會短啲嘅。
咁先至會做到個花形個波浪紋出嚟咧，就係咁解啦。咁咧而家我做翻慢啲啦，我哋係4個 T， 我哋又係嚟開始啦，1個 T， 第二針2個 T， 3個 T， 第4個 T， 好啦，跟住就到1個 F， 即係長針啦，長針記得係2個圈，再圈2個圈，好啦，跟住就到2針嘅 F 加針 ，F 加針同一個位，即第2次，好，第2次嘅加針，再嚟1個 F， 好啦，跟住咧又到4個 T 啦，4個 T， 1、2、3、4，再嚟1個 F， 再嚟加針嘅 F， 1次，第2次加針，好啦，再嚟1個 F， 咁咧我哋仲有一次咧就做完呢一個圈噶啦，咁咧你就會計到每一個咧都係一個不停咁重複啊，呢個咧係 T 嚟嘅，咁你錯咗咧，只要咁樣掹翻佢出嚟，向後拉翻佢出嚟，將支針擺翻落去個圈入邊咧，咁咧我哋就可以繼續織翻啦。F， 而家有1個 T， 2個 T， 3個 T， 4個，1個 F， 加針，好，第2次加針，嚟1個 F， 又係去翻第1針度，將佢咧2個要幫佢縫翻佢咧，先係一個圓圈嚟嘅。咁你又係去翻第1針嗰度，就將佢咧記得係要穿過晒一個鬢邊。咁咧，我哋嘅第6行啦，咁第7行咧一樣啦，就係4個 T， 6個 FV， 即係織4個 T 之後咧，就有6個咧就係要加針嘅長針啦。咁一樣起2個，第1針4個 T， 咁基本上咧佢全部下邊咧都係4個噶啦，因為嗰個咧係揼凹落去呢一個位咧，我哋就會唔會用長針嘅。咁咧我一樣扣翻先啦。4個 T， 第2個，第3，第4，然之後咧就到6個 FV， 咁即係嚟緊呢6針咧，我哋都要加針啦。咁就係第1個加針 F 嚟㗎嚇，記得要先2個圈先，再2個圈。第2個加針，第3，第4，第5，第6。好啦，6次完成之後咧，你而家咧就會更加見到咧你自己嗰個杯漸花紋嘅出現啦。好啦，而家咧就去到4個 T， 咁咧又係一樣重複啦，1、2、3、4， 4個 T 之後咧，我哋又去到6個 FV， 第1個 FV， 第2，第3，咁咧數嘅時候咧，記得每一個咧都係做2次，
咁所以你數咗3咧，你記得係3嘅1、3嘅2、4嘅1、4嘅2，一路咁數落去啦。咁咧呢度就係啦，4個 T， 1、2、3、4。咁鬢邊咧就喺呢度睇啦，1、2、3、4，咁咧就到6個 V， 咁啊1、2、3、4，而家到第5個 V 啦，第6個 V， 6個 V 之後咧，我哋又去到4個 T， 係啦，4個 T， 1個 T。2個、3、4，好啦，去到 V 啦，又6個 V 啦，第2個 V， 3個，第4個加針，第5個加針，第6個加針。好啦，6個加針完咧，又去到 T 啦。咁你又發覺越積就越大幅嘅，咁係正常嘅，因為你一路係咁加針，就一定係會一路越大嘅。如果你加錯針嘅話咧，佢就會即係變咗就會拱起咗啦，就會唔係而家咁樣嘅形狀嘅。好啦，又去到加針啦。咁咧，我由呢度又會快翻啲啦，因為呢一個圈咧就只係會越積越大啦。咁咧就逐個數啦。咁你咧自己數住佢啦，同埋我頭先都講，你有好多記憶扣噶嘛，你可以每一個循環度咧，就喺個記憶扣揾個記憶扣扣住咗佢咧，咁你自己都可以容易記住嘅。咁你到你識數嘅時候咧，咁你先至去慢慢數，咁你就會睇到嘅，就係1、2、3、4，而家第5個加針，第6個加針，到 T 啦。好，又去返加針啦。第4次加針，第5次，第6次。咁你而家做埋最後一次，第6行第7行呢個循環咧，我哋就做完㗎啦。咁又係4個 T。好啦，最後咧就剩翻6針，就嚟做呢6個 FV 啦。咁又係加針，好啦，第4次啦，而家第5。呢一行咧，我哋完成咗之後咧，最後嗰一行咧積埋出嚟咧，你就會更加見到咧，成個花形咧就會更加出㗎啦。好啦，第6個之後咧，我哋一樣都係記得每一圈咧，我哋都要去翻咧第一針度咧，將佢咧就係駁翻埋嘅，又係唔好積啦，記得係拉線過嚟啫。好啦，咁然之後我哋嚟緊呢個咧就係唔需要加針啦。
直接積啦。咁啊4個 X 同埋12個 F， 咁其實4個 X 咧就等於上面嗰4針啦。咁頭先6個 FV 加咗之後，咪變咗12針咯。咁變咗下邊呢度就係12針啦。咁即係呢一行咧，我哋唔使加針，亦都積埋最後呢一行咧就完成咗啦。咁你積到呢度嘅時候咧，你係會見到咧你自己個花型咧已經係出咗嚟㗎啦。咁如果你話都好似未得出到唔到嚟咧，咁就係數錯針啦，或者其他問題啦。咁我哋而家咧頭先咧就話咧 T 咧，我哋係要起2個起針嘅 ，F 咧就係起3個起針嘅。咁 X 咧只係需要起1個嘅啫。咁所以我哋先又係起1個，然之後喺第一針度咧，我哋今次咧就唔需要撥線啦，因為呢個係 X， 我哋直接咧就擺翻落去第一針度，一樣個方法。所以 X 咧就淨係得2個扣嘅啫呢度。咁我哋一樣積咗佢之後咧，記一扣先，因為最後呢一圈啦。咁咧記得4個，呢個咧就係 X 啦。X 咧純粹咧就係得，就係咁樣2擺落去，唔需要撥線㗎啦呢一次嚇，唔好去做呢個啦。呢個動作咧係長針同中長針咧先會做嘅。我哋而家咧就咁樣直接擺落去，就係第3針、第4針，撥線拉佢過嚟，再一次過出晒。好啦，然之後咧我哋就到12個 F， 咁咧我哋嚟緊咧就係做12個長針啦。咁啊12針就係做翻長針，長針咧就記得要做呢一個動作啦嚇。好啦，擺落去長針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。好啦，12針之後咧，我哋又去翻咧就係4個短針啦。咁咧，我哋又要去翻做短針啦。1、2短針啦啊！短針記得唔好積慣咗長針同中長針咧，就走去撥線啦。咁咧你就見到啦，我哋而家積咗1、2、3次啦。記得係擺落去即係直接嚇，第4次。咁你積完呢一行咧，你就會更加咧突出到咧嗰粒突形噶啦。好啦，跟住又去到12個長針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。咁其實咧，如果頭先咧你話我唔織呢一行咧，去到頭先咧，其實都已經係一個花嘅杯型㗎啦。咁如果你話我唔想再織呢一行嘅，都可以嘅。頭先就唔記得提大家，如果你話哇好似好大個喎，咁頭先去到第7行咧，其實你埋咗嗰個口之後咧，其實可以唔再織落去嘅。咁就睇下你自己中意啦嚇。咁我哋繼續按翻嗰個張圖解咧，我哋就繼續織翻落去先。咁咧，我哋頭先織完12個長針。而家咧就去翻4個短針，跟住咧又去到12個長針，好啦。而家第5個啦。6、7、8、
4個短針，1、2、3、4，好，又係咁啦，一路重複直到尾啦。咁咧我就唔數啦，你哋就自己數啦嚇。1、好啦，咁咧去到呢度咧，已經差唔多去到尾㗎啦。咁尾咧，我哋繼續去到尾之後咧，收針咧，其實就好簡單嘅啫，只需要咧將條線咧同佢好似頭先我哋織第一針咁樣咧，將佢兩針咧就飲埋一齊咧，就可以剪躝啦，咁就可以收埋條最尾嗰條線啦。咁我哋就已經係可以完成呢個杯墊㗎啦。咁咧喺你哋嗰個材料包入邊咧，仲有啲綠色嘅，咁就係織葉嘅。咁但係咧因為葉咧仲要加鐵線嘅，咁如果你係有興趣嘅，咁我都可以再拍埋個葉嘅俾大家睇嘅。好啦，而家第4、5、咁我哋織埋最後呢一針啦。咁咧長針織完之後咧，一樣我哋又去返第一針。